分手斷聯嘅你哋有冇機會復合？由左至右揀一組。第一組，首先第一張牌係心，你同佢之間有條電線都仲未剪斷嘅。就算佢依家 block 晒你 IG， 但係佢當初對你嗰份愛咧都仲未消失嘅，就好似雪櫃角落頭嗰啲隔夜叉燒，你唔捨得掉，但係又仲未發毛。跟住就係 Lady 啦，如果你係女仔睇緊呢條片，咁呢張牌就代表你嘅心態、行動同埋決定會影響成件事。相反，如果你係男仔睇緊呢條片咧，咁你就要睇呢個 X 嘅面色嘅人啦。反正有女性能量嘅一方咧，先至係決定有冇得一齊翻嘅關鍵。第三張牌月亮，分手唔係表面睇到咁簡單嘅，佢後面咧有啲秘密你未知道。而第四張牌魚，即係話你哋復合咧係有機會嘅，但係呢個機會就好似水入面游緊嘅魚咁啦，會喐會走，你要去自己把握，佢唔會送上門。而最後一張牌就係 House， 代表家庭安全感同埋根基。就算有機會復合，你都要諗下現實問題啦。你哋一齊咗之後住邊？你阿媽仲有冇嬲佢上次飲湯冇食到啲湯渣？所以話愛情唔可以當飯食噶，除非你真係有情飲水飽。好，到第二組，第一張牌 Letter， 即係話你哋咧都仲會有溝通嘅，或者互相偷睇緊對方啦。跟住隻狗仔咧就代表對方心入面仲有掛住你嘅，佢同朋友傾偈會唔覺意提起你啦，行過你以前一齊去過嘅餐廳會諗起你。不過要記住啦，狗仔牌嘅忠誠係要有條件嘅。第三張牌係山，就係話件事有啲嘢棘住咗啦。當初鬧交鬧得好金，佢屋企人或者朋友對你有睇法，你哋之間嘅心結就俾現實條件棘住咗啦。之後嘅蛇就少咗出嚟咯，咁就有第三者啦。又或者對方計緊啲你估唔到嘅數，例如佢覺得你經濟條件唔夠好啦，又或者佢識咗一個新嘅人可以更加幫到佢啦。佢喺心入面咧就將你同嗰個新嘅人咧比較緊啦，好似街市買菜咁樣喺度稱緊邊個着數啲。佢同你一齊，因為你有嘢滿足到佢，而唔係純粹中意咁簡單啦。最後就係條魚啦，佢就好似街市魚檔啲魚啊，生猛又善手啊。呢段感情咧，你揸得越實就越容易走，要唔要你自己決定啦。好，到第三組，山代表障礙同埋停滯，你哋嘅關係有啲好難解決嘅分歧啦，累積咗一啲好耐嘅問題，需要時間去劈開呢座山嘅。而星星代表希望，雖然前面有座山，但係咧你對呢段關係都仲係有希望嘅，所以只要你有一個清晰嘅目標同埋方向，咁你就會同佢一齊翻啦。然後塔代表疏離同埋孤立，你哋之間咧就好似有一棟無形嘅高牆擋住咗啊！你哋可能因為自信心咧冇落台階啦，所以就未有人肯主動。咁大家咧要多啲時間去冷靜，依家咧就唔係咁容易去靠近到對方嘅。跟住之後就係雲啦，雲代表蒙查查，可能你依家個腦海成日喺度諗緊，佢到底有冇掛住我？點解佢唔覆我？仲未揾我㗎？你都唔太 sure 對方嘅真實諗法，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咧，有好多誤會都仲未解開嘅。最後就代表狗啦，狗係代表忠誠啦、友誼同埋可靠。你哋之間過去所建立嘅信任啦，同埋感情咧，係未完全消失嘅喎。對方對你仲係有關心嘅。你哋之間嘅共同朋友，話唔定可以做下和事佬，去幫你哋復合翻㗎。